你要安排，你要举办什么活动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就刚刚你要结婚啊，你知无？紧卡阮兜要安怎，阮兜要入厝，阮兜要安怎？紧卡电话一通卡，包含自己摊主，然后其他钱都会来赞助。是这样子，大家好共襄盛举。那后续举个案例就是刚刚那个陈明正摊主，就刚刚那一位，来一个就一位来7位，我们那一天跟各位报告，后来真的冲破50周，6点半还在26周，这是真实的案例。还有蔡明发摊主，郑仲阳摊主，我把各位报告就板柜还掉，都是晚上12点。因为最后一周没有50周，就是没有谈好，没有谈好，所以都超过12点。郑重阳摊主是2点半超过50周，晚上2点半被推倒了。我跟你讲真正，就是 7-11 麦当劳迄个 7-11，2点半多啦，真正2点半，后学最后一个走的。跟点恩师，然后呢，邱清怡摊主也是最后一位。那时候我已经晚上11点多，快12点了。因为候选人为什么记忆特别深刻？因为最后一周是候选人的，你们就欢乐的，那么多人比青春痘还要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叫不出来，知道吗？汤啊、酱都见过啊。候选人突然想到迄天甲一个开讲修理乌多摆即摆还袂关门，记得，但你唔爱记得，乌多摆较徛咧，乌多摆可能会拍电话去安尼啊。你紧来啊，都差你一个啊，谁说都差你一个玩玩啊。差你最后一个拜托的啊。无讲要甲你跪落你知无？好啦，是安怎好来拜拜安尼就好啦。人家功德费也缴。最后一周，还有李玉萍摊主，那时候刚好冬天，他家在大同路跟林森路的交叉口，然后买了一个小小的那个公寓，然后安堂，然后老公都也不是很赞同，然后从台北搬下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怎么办？一样路边渡人。这时是20-30度，当天的几度，我们就看着6点，还有18度，7点、8点、9点，然后就开始18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点多当迄大同路晓一个走马灯，遐多一个温度计伫降到后来9度，9度，我们那时候还是在路边渡人，这样子，然后刚好三角窗有一个叫做非常机车，很有够机车的，非常机车，跟各位报告，我们也把它渡进来了。那个老板也是道心，只是讲我拜了，我是无要行啊，人家也是来拜拜，也是来拜拜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也是把它渡进来这样子，最后。他的坚持也是50周。那在中立他这个也是后学这个讲的都是后学亲身经历的。在中立那时候特冷，那时候刚好寒流来，因为我们都习惯在 7-11 渡人，7因为叮咚，然后口渴可以怎样？买饮料，肚子饿可以买饼干，所以那边都会比较多人，因为那边又在屋檐下，所以大家都躲在那里。刚好冬天寒风一直吹，结果拢手臂摇过，你知无？死准，准到哪里知无？结果看无法度，因为那个摊主他家住18楼套房，或许没有看过佛堂这么小间的，就套房，就这样从那个柱子到这样子隔过来，里面包含浴室、厕所、厨房、佛堂，一个床这样子，点传式座椅座椅都靠墙壁的座椅教班，
拜殿一次哈，只能跪一个，一次只能跪一个。你看看，结果没有办法跪了，就跪在地上这样子，也是50咒。那时候喊的口号是什么？后学看，那拜谁没赛？天人心不忍，行，这样子，天人心不忍。我们现在不走，就是永远都是零啊，都是零。啊，这个口号喊下去以后，当一个干部就是要当带动者，当带动者。因为咱算前人你若无当看伊迄前人无当，我嘛歹势当我叫喊呢。后学那时候还不是浅，后学那时候只是一般人才，只是4个字啊，知道吗？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，因为我后学感觉这无，这哪会使？大家讲，你敢知影挑一支遮大支多摆一排，你知无？敢高遐，你知无？真的啊，第一礼拜咧，第2查咧，第3安尼刻，好，安尼足合咧。我是讲袂使，安尼袂使，搁较寒吼，嘛迄个无人安等，安尼袂使。然后我们就喊天人心不忍，结果度超过50咒，就2天的时间。所以办到就差在哪里？各位浅，用心啊，你有心无啦？你用心有没有心？这样子，而且我们那时候都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包含教我们都录一个杨梅神说，你们这样子是拜偶像老妹，弟弟妹，我就讲善哉，比如说阿弟，我们刚刚一唱，真正，就在那里，对啊，但是那个气氛就吵起来，那个气啊。就吵起来，大家就一直度。跟各位报告，后学第2天没有去因为后学第2天到别的地方去办事。可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来，我们破50了，跟各位前辈报告，中岛破50了，第2天。第2天中岛破50了，第二是讲千言安尼较袂欢乐这样子。然后到下午4点就开始庆功宴这样子，拿蛋糕这样子庆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志在哪里力量就会在哪里。只是讲让我相信天有没有相信天呢？就是想尽办法，渡人最好方法就是想尽办法。其实我们也是一直脑力激荡，你若渡到这你要安怎讲？其实应该要给各位，因为后续要安排一下，因为时间不允许应该给各位稍微实习一下，那路边渡人成功的案例现在有几位，我们台南的这几年美金姐那现在负责30组，那思源浅显他负责旅伴组，我们现在开展很多的区块，开展从膳食还有做便当给人家吃，这样子旅游办道。我们启灵浅显的说话剧组，带一群年轻人，像我们这些喜欢一些话剧，这样子那还有我们嘉南浅显学界，我们期间浅显是学界，但是化学是针对路边渡进来的人，路边渡进来有这样指标性的人物来做分享，这样子。所以各位浅显不要怕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怎么样？错。前浪是坐在沙滩上，休串什么叫做死？但是休串对不对？没有我们，怎么会有你们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妄自菲薄。咱哪要推动天下家己大家先发动。咱唔免欢乐，咱绝对会使。咱绝对会使。跟各位前辈报，后学我跟点老师分享，后学是屏东人，在屏东人。我们最会渡人的阿善，对，屏东。伊拢阿多，你知无？伊已经关家，讲关家，少年兄来，我有代志甲你讲，你来。我甲你讲拜拜过山我带你来，我看你足善良来。伊带伊高龄我来。阿善就交伊交互恁这个少年人，恁做伊保书记就走啊。伊就负责甲人倒来，你做伊保书。
这样哦，这样哦，哎呀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哦，他太诚心了，哎，太诚心了，这样子啊，他带进来的人哦，还真的都还蛮善良的呢，还真的就求道得道呢，都开智慧呢，很奇妙呢，哎呀，就是用心呐，哎，就是用心，不一定你要都会讲话，要不然我们以后就可以做那个嘛，来，你来。我你爱靠笑的嘛，你来哦，安尼做，哦，安尼做，哦，爱较善良的哈，较善良的吼，哦，较善良的，来你来啦，你无看啦，要人骗嘛爱好笑的，对不对？骗讲我得足足贵的，你知吼？你来，我你办，哦，安尼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命运的改造者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哦，其实哦。原来是可以，时间到了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有几个问题啊，两个问题啊，让大家稍微研讨一下，就是说你度人生命中你曾经遇到什么困难？请问一下你如何克服？那第二个你未来的展望与期许，因为因应时代的趋势你是否有更好？更有效率的度人方式，其实这个就是在脑力激荡。你不要认为说，我就是安尼，我就是安尼，那或许分享一下，知道为什么办到度不到人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啊？不是我们不用心，是别人更用心。佛教用不用心？基督教用不用心？用心呐、他们更用心，不是我们不用心，说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超用心，比他们更用心，你要用脑力激荡，你要能够符合时代的需，但是记住原则不变，方法可变，这样子才能够慰劳给人师啊，慰劳上方，慰劳我们的师父母亲老大人老母娘，对呀、这个本来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，不是吗？我们本来就应该做，只是我们现在做的已经怎样？跟他求练有久啊嘛。哎呦，那种感快自你的练，我嘛，有他买练啊，有他80年结婚的。或许21岁青春少年修就在佛堂的所以很多也都看过啦。所以我看我嘛小派练的，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什么清流，我们会讲说会一直激荡，会一直激荡，你就会一直活对哇，这个水对哇，所以各位姐姐稍微脑力激荡一下可能这边无你看分一下，中间切一半，然后坤到你们看。1、2、3，3、4排，4排嘛1、2、4，3、4、4排为一组，后面为一组，这边也一样，1、2、3、4排为一组，然后你们稍微分享一下，你们坐在一起稍微分享一下，你们稍微脑力激荡一下，这样子，还是说等下是说这个脑力激荡后续再讲，让他们自己激荡，或许可不可以征求一下？路边路人来实习，要不要？可不可以？对。好，你觉得你口才不错的，请举手。突然有人吐我看到，来，请来，前我们举起你的右手，指向他说口才很好的那一位，举上他，好，就是你了，好来，好，各位姐姐我们邀请他上来，掌声鼓励，欢迎。你不用担心，来，你上来。口才好的你有一个优先选择权你觉得胆子比较大的，你举上他就是